心。
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
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Usah penggunaan mana-mana akibat dengan belum besar lain akan ini mu'ud safau usah usia usaha mencapai ini fahai akan luka tapi itu asal secara safau tak besar untuk safau ayo amis ikuran Wapit， 从这些来宣读，用阿美语来宣读这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生命记11章12节，请问有3个答案是问题大家就来听我来宣读，各位就来听Limoon sabab usia. Maka utapan kawas namo inungan ora sekap na insarapangan no mihsaan dan sa'i arkan no mihsaan. Satu satu ini luka wahai rakan sesio luka tapi tu asbab satu safau bisa safau. Namun yang saya yes nain hanamai aniaro mehapelong ko isawaan yes atau hal manai apinawan tayo yo maneneng to nangra ko atawang no biara bira ko ni hasamai masafa na iniaro unini mapataya udengan pinayan bawa no kitsai mapunengai ina halo mangko yahtulungai kita temai sa sini ada satu kapal amineneng kuya ina Aka tuka umangit han ya semua bahwa han yes ikapa kuya taknir keren sa kuya bililisai antau suara sa yes kuya mapatayay suara nako iso apa kalmuas han luas satu kuya mapatayay ta sa ciao paturo hanto Elias kuya kapah di cinaan ka zapah kaksa ko damdam daw suarsa no karakter di anan ko kadang anay pari ayaway suar kawas kini ko kawas ulit ka anan ko nawalan ka saan jangka ibat kawas Sabau, matana ibubulo mo kaya ikakit atau ikia itayoka ya pala ini asal atau pakai nilai besar. Bisa我要中文起来学古这段经文，在生命经各位可以什么叫没有圣经？各位可以看路上的经文，其实他们是海上的道，是别人。教会宗家商牧师，我们当中其实有住在港岛的支持的姐妹，一些事情可以说他的翻译嘛，我是很紧张，当他被下讲法务话的时候，要翻译，所以待会我就请宗家牧师来带着我们教会的问候跟祝福来到我们中间，向各位来分享来自于法务这个地区。信仰生活如何被上帝的话语真实的赐福，并且透过真理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跟信仰有很多的结合，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的典范，跟我们所可以领受到与不同信仰的一个国度里头的一群人，透过上帝的话，透过上帝他自己本身，积极的在这个地方来每一天过盼望。面对挑战的一天，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交给宗家的牧师。今天早上带领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些神奇的确认。如果是好一点，如果从的宗家牧师你们白英的好，我们西猫
兄姊妹平安。平安。一起祷告。Mama dato naman ipatanaman ng mga tanuri ng sejahtera ini。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让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真实的敬拜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顾念在被石流的一些同胞、一些客家的弟兄姊妹们，求你安慰你的灵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让我们安顿在这个地方，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主你的话语、你的教导，度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精进。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上的父亲，主，谢谢你，求主帮助你的仆人开口他的口，能够诉说主你的话语。你打开聆听你话语的人，使他们能够将你的话语牢记在心，成为他们属灵生活上的一个标杆，一个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完全交托在主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首先感谢我们天上的父亲，也感谢我们有牧师的邀请，也谢谢贵教会的小会会议以及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接纳我，为我站在这个地方，为红头教会建堂牧馆的做一个请安。我也代表我们红头教会向所有的弟兄姊妹，表达我们相光分的感谢的意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今天是用神所眷顾的人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一生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经历。我母亲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在南里第一个信主的一个妇女。那是因为母亲的信仰的关系，使我能够生活在基督化的家庭。记得小时候，每次被父母亲被追，早上都叫我起来，今天是礼拜天，好，要去参加主日的聚会。每次在那里说好，只是成为一个跟我自己很喜欢玩的人，很调皮的人，所以在妈妈的面前说好，但是一出去，不是方向，不是教会，方向就是在外面玩，不是来参加主日的聚会。有一次，妈妈也在看到我没有在教会里面，在问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参加主日的聚会？就不好意思。那这样妈妈就是这样，她也不会骂我，只是鼓励我能够多参加主日的聚会，也为我每次我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母亲也都为我们这些孩子们祷告，甚至也没有忘记我。每次在祷告当中都在提到我家里是老幺，2个兄弟，1个姐姐。每次把这个老幺交托给上帝，每次这样的祷告，是因为这样的母亲的祷告，使我能够慢慢的在教会里面接触教会。但是我虽然能够到教会，也是在教会里面，我表姐是主学老师，也是幼稚园的老师。他是最头痛的一个小孩子，每次到教会最捣蛋的就是他的表弟，就是我。只是他们一直在劝我，每次到教会里面，千万不要随便乱跑，就着。每次这样就是让我的表姐在教主学、教幼稚园最头痛的一个小朋友，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顽皮，因为我的无知，也在那边破坏整个击败的主学的程序聚会，来破坏整个使他们其他的小孩子受到影响。只是不但是这样，每次在外面也跟小朋友打架。其实小朋友打架不是真正打架，只是玩就打一打，然后对方就哭。我的个性小时候是这样的挣扎，只是我到国小5年级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上帝在50里面是上帝定到一个生命，钟家生的
我就想到我自己，每次在外面跟人家打架、跟人家吵架，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想到这个很微弱的一个声音，要爱上帝就要爱人，用这一句话让我放在心里面，也让我看见我自己是这个多么完美的一个人，怎么爱祷告的一个人。所以我想我们几个下学期就决志了，就真正的认识上帝，是因为我听到这个声音，要爱上帝就要爱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成为一个很安静的人，很专心，就慢慢的就这样慢慢的把上帝的话进入到国中毕业之后，我那些国中同学毕业之后，他们也发现我整个人部落里面的同学，国小的同学到国中毕业之后，整个国中的同学们发现说，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钟家山，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那是我在想到的自己，因为上帝变动人。所以因为我是这样，成为一个很淡漠的人，不爱讲话的一个人。我国中毕业之后，我的表姐又开始请我，表弟你可以来参加，你可以协助来参加来做一个主学的老师。可是我那时候拒绝，因为我在国中也不喜欢读书，只是而且我们在部落里面是被逼的要读国中，被抓的要进到国中里面读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对读书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概念是毕业之后就是要在电视工作，又加上父母亲不让我们读书，教导我们说，可能你们这小孩子在国家培养，你们长大以后要去当兵，当兵之后你们就永远回来了。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老人家教导的，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来的在228事件的时候，很多我们来的人被抓到外面。然后就不回来，是因为这样老人家说到他的教训，所以不让孩子读书。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拒绝我的表姐，我跟他讲说，我能够在主写能够教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一本书里面一行里面只能认识2个字、3个字重复的字，是因为是这样，我就拒绝了我表姐读书没有在教会里面教读书。后来我就开始醒过来，因为表姐的邀请让我参与主写的工作，也让我醒过来。如果还有机会读书，我愿意读书。那个时候我就说到花莲义工学校的报名单，我就参加期菜总会的义工学校的报名单，我就进去。在民国67年，我进去了。我在那个时候也是读书，很认真的读书，但是我说到有这边，因为我不会讲国语，一讲一句话，人家就是笑。现在比较好一点，还可以讲。所以那时候我在学习的过程非常的慢。到美国到67年，然后到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就让我们就开始结束这一学期的课程，因为已经断交了，我们的老师都是外国学教师，会讲国语。是因为这样我从幼儿园离开期菜总会，然后就到山工作1年的时间。后来在1年的时间回来，就受到一个李茂安，两个农教基金会的主办人李茂安就拿到新竹升学学院的报名单，就报考，进到新竹升学院之后，我开始在那边学，也是受到很大的自卑。因为我也还没办法讲出来，一句也没有完整的一句，是让人家听得懂，反而让人家笑。很感谢上帝，因为有一个爱主的一个老师，新竹新学的老师，就把我从头开始，当幼稚园开始学习佛。从那个时候，因为在学当中我是女性的老师，我的口音跟女性的口音一样，所以我也只会跟同学对话的时候，你的口音怎么像女孩子一样，人家什么自卑感。所以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
在新竹生医学院，每次暑假寒假都来不来工作。那在69年左开始我在那个新庄先工作，在新庄路那个地方。我们的老板是台东人，那时候我在那个新庄那边那时候还说是都是稻草，在那边工作，所以我在那边工作也开始学习做些建筑的工作。暑假回来，当暑假寒假